咁我平時嘅工位就喺呢度啦。咁平時呢2個月我係負責啲咩嘅呢？其實我係負責青年發展項目嘅。我嘅工作可以大概分為4大類。第一，宣傳運營係負責社媒同埋官網嘅更新。第二，內容製作係包辦咗影片嘅構思同埋剪輯。第三，活動籌備係跟進咗鄉村振興交流團嘅相關事務。第四，行政財務係處理咗一啲採購嘅項目、開會同埋帳務嘅一啲文件。好，咁去片等大家睇下我究竟係做咗啲咩啦。你會唔會覺得我嘅實習生活就咁樣完呢？梗係唔會啦！唔好以為實習淨係坐喺辦公室啊，其實呢2個月我都有外出活動㗎，帶領咗2個破冰遊戲，仲同鄉村振興團一齊參加紅十字會急救課程。最後主席仲帶咗我哋去咗我哋公司樓下嘅綠色地球，了解咗環保實踐、減廢走塑、環境教育等嘅新動向。雖然唔多，但係整體收穫都好大㗎，幾深刻嘅。最後尾都有同大家一齊影相。多謝毛子喬俾我呢個機會有一個實習，令我學到更多知識上嘅嘢，更多實踐嘅機會，視野更加廣闊。好啦，我嘅實習生活就分享到呢度啦，拜拜。